嗱，呢個土度講本人先向提姊妹可能未要去到白色嘅路，冇辦法嘅路，去到了電欺負到本地都有問題。嗱，西邊橋thì叫這樣講到，上帝都做呢個ผิด難所，係講你電欺負，你電白色，本地都各樣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你才求上帝做呢個ผิด難所。西邊橋第17樣講到，上帝做呢個ผิด難所嚟講，你都相信佢做呢個救主，佢冇變黑你，佢一天跟你同在，一天俾你力量，一天佢指路俾你，一天佢帶路你行去得勝嘅路，呢個白色佢咪跟你俾你困費，呢個痛苦佢咪開路俾你，這樣人自己求上帝做自己嘅ผิด難所。嗱，上帝祝福隆重人盼望並且上帝嘅喜悅，你一定得到佢嘅福氣。阿門。